真理的圣灵啊，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赐给我们聆听安静的心，赐给我们学习圣家榜样的渴慕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新年恭喜！今天是2017年最后的一天，那非常的高兴跟大家一起崇拜。那我们简单来解释一下教会的年历。教会的年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一整年希望与基督同行，所以教会的年历跟经课其实是根据约翰，你知道那个耶稣的门徒约翰的徒弟，他们当时那个信道者尤斯丁，他们每一个主日做礼拜的时候，就读了旧约圣经，又读了使徒的回忆录，就是四福音，然后又读了书信，了解吗？所以我们教会就学这个传统，因为这是使徒传下来的。然后我们的教会年历是以基督为中心，一共有两个核心，双核心，一个是耶稣的道成肉身，就是圣诞节；一个是基督的死而复活，复活节。那前面有一个预备期，圣诞节的预备期叫降临期，那个复活节的预备期叫四旬期。然后呢，接着还有个庆祝期，所以圣诞节后有3个主日叫做圣诞期，复活节后有直到那个圣灵降临节，一共叫做复活期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是上礼拜是圣诞节，所以我们圣诞节后一共有3个礼拜。第一个礼拜叫做圣家节，今天就是圣家节，下礼拜就主显节，然后就进入常年期了。那圣家节我们比较陌生，圣家节是庆祝耶稣基督童年的故事，勉励我们基督徒以耶稣基督在拿撒勒，就是约瑟、玛利亚跟耶稣拿撒勒的圣家作为我们的典范，我们来抗拒这世界违反基督徒价值观的威胁，然后我们坚持学习圣家的典范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我们就分2部分，一个是学习圣家的典范，另外一个是我们来认识西面所介绍的耶稣。好，我们来看圣家的典范。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，圣家给我们3个典范。第一个典范，他们非常的爱慕圣殿，重视圣殿。圣殿是当时犹太人的信仰的中心，代表上帝的临在。所以路加福音把圣殿放在很重要的位置。耶稣出生以后，他举行奉献礼，12岁的时候成人礼都在圣殿举行。圣家总不放弃每一次进入圣殿敬拜的机会。在台礼拜我们也讲过，你们知道圣家每一年的逾越节，全家都到圣殿。其实当时的律法规定是只有在耶路撒冷周围的15公里而已，圣家离那个上百公里，所以因为他们是在北部的加利利的拿撒勒，而那个是南犹大的耶路撒冷，所以中间这么远，可能要走路，可能要2-3个礼拜，而且旁边强盗又很多啊，他们要这样保护，然后翻山越岭，可是他们真的非常注重上帝的殿。以色列的传统也非常注重圣殿。诗篇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！在你的圣殿中，住在你圣殿中的，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”这是诗篇84篇第1节跟第4节。所以他们圣家保留一个传统，非常的注重圣殿的崇拜。那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学习，我们应当渴望让我们的教会兴旺。所以每一个主日礼拜的时候，不只是我们来参与，应该是每主日都应该邀请我们的亲友、亲朋好友，甚至于礼拜6晚上就应该把电视节目就真的是及早结束，然后上网不要太久，然后预备好，
然后礼拜六就把我们礼拜天要穿的衣服、要准备的奉献、要读经的经课都好好熟悉，预备好，隔天要分别为圣。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传统。好，圣家就遵守这个爱慕上帝的殿，爱慕崇拜。第二个，他们给我们值得学习的是，他们非常的遵守上帝的律法。在22节到24节3次提到律法，27节到29节也提到圣家照主的律法行事。我们知道圣婴是耶稣基督圣婴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至尊至洁，远超过一切的律法，完全不受摩西律法所约束。可是他仍然遵守律法，因为律法是旧约一个很丰富的产业。好，他们遵守3种律法，第一个叫做割礼，第二个叫做赎回所生子，第3个是洁净礼。那我们来了解一下，他们第一个是受割礼，犹太人生下来第8天要受割礼。那我们现在基督徒要洗礼，那个意思一样。割礼在创世纪里面说，上帝说：“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盟约的标记，我的约刻在你们的肉体上，作为永久的约。”那新约里面呢，不只叫我们外在的受洗，还要叫我们内在心灵里面跟上帝立约，而且要怕我们失约，所以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应该守圣餐。耶稣的宝血说：“这是我立新约的血。”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可是他亲自认同上帝的百姓，所以跟他们在一起，所以他们很愿意接受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婴儿洗等于是旧约的割礼，所以婴儿洗的时候是把儿女呢怎么样承认我儿女是属于上帝的，所以我要教导我儿女，不是照着我对儿女的占有欲。父母不应该在儿女身上寻找自己的满足，而是应该把儿女看作他是上帝所爱的人，一切都为了他们的益处。然后呢，去发掘上帝在我的儿女身上有什么样的呼召，所以我要让他逐渐的独立，活出他们上帝对他们的呼召，而不是活出我们的光宗耀祖，我们祖先的一些期望，不是这个。这是割礼。第二个是赎为所生礼。犹太人相信上帝是他们生命的主，所有的生命是从他而来，当然落叶归根也要到他那里去，所以凡投生的都是属于上帝的。那其实呢，是因为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，上帝要毁灭所有的人，包括以色列人，所以这时候不是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是毁灭所有的长子跟那个头生的牲畜。结果上帝就叫以色列人怎么样，把1岁的羔羊杀了，血涂在门楣上，那个灭命的天使一看到他就 pass over， 就逾越过去。所以他们纪念他们民族，所以他们就知道说，我们原本是属于上帝的，尤其是长子，我要奉献给主，再赎回来。所以约瑟跟玛利亚，他们去圣殿行这个圣礼，就是把耶稣奉献给上帝，再从上帝中赎回来，赎回这个大礼物，然后呢带回家，与他一起生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知，我们是我们儿女的恩典的管理者，我们不是拥有者，我们是恩典的管理者。所以我们对我们儿女要以恩相待，包括夫妻一样，夫妻叫做恩爱，对儿女是用恩典，恩典在律法之先。做父母的要给儿女做榜样，榜样在教导之前。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要喜悦，因为那是神给我们这么珍贵的礼物，我们要喜悦，然后才能跟他建立好关系。圣家就表现出这样的信仰。第3个是洁净礼。犹太人认为妇女生了儿子以后有40天的不洁净，那女的呢有80天不洁净。其实这个很像
我们的坐月子，让妇女在这时候有一段非常安静休养的机会。然后等到满了洁净礼的时候，要行洁净礼的时候，通常都是献羊羔啊，最穷的人就献鸽子。结果你有没有发现，圣家他们献的是穷人的鸽子？这三个节日，他们所遵守的背后有一个很深的信仰。那个信仰是什么？他们觉得律法是神圣的，是代表上帝的旨意，所以我们遵行律法，就是我们接近上帝、回应上帝的机会，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跟回馈。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一切都是出于万有的主，我们的上帝的，他是我们一切幸福的基础。所以圣家遵行上帝的律法，他们没有想到会带给别人无比的快乐。结果连麦虔诚的艺人西面，西面这个虔诚人，西面我们以前那个圣经那个叫做猜谜啊，蓝眼睛高鼻子是什么？就西面了，希望的面孔啊。这个西面，他抱着婴孩，哇，这是个很喜乐的一个画面，很感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行将就木、将要死的老人，他却抱着代表新生命的那个婴孩，然后他在那里做感恩的告别。这个公义正直的西面，他成为晚秋生命的典范，所以也是他的西面颂，就成为教会的那个祷告的宝库，感谢上帝。80岁女先知亚拿也是一样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，去教导我们的儿女去什么的时候，我们的儿女就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这是值得感恩的，这是我们觉得值得感恩的。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这一方面，他们都很乐意成为别人的福星。我二女儿问她说：“你到底为什么一定法律？你不走法律，为什么要走这个？”她说：“我关心台湾最弱势的。”我说：“什么是最弱势的？”她说：“我们台湾最弱势的是外劳，所以她坚持一定要考劳工法里面的外劳，而且自愿去外劳科。她就在外劳那里做。”哇，使许多外劳因为他蒙福。他说这些人真的整天都在处理这些外劳，他跟那些外劳处理得非常好，而且跟他们的义工非常好。他们做了3年都做不出来，那个台北劳动局做不出来的那个网页，每天用那个泰语、粤语、越南语还有印尼话，结果他不到2个礼拜做起来了。所有的那些外劳都跟他很高兴，都帮他做。就他跟他们就成为好朋友，使许多外劳因他蒙福。那我也很感谢主我那个小儿子也是很特殊，他派到那个万里国中，这个国中人非常少，那个全校士气非常的差，然后他要教那个美术，根本没有人理他。结果我儿子继续把他们培养美育的观念，然后呢，就暑假的时候找了11个。去参加美展，结果那11个人说：“我们从来没有画过画，也不知道什么叫美展，连材料都没有，连学校连美术教室都没有。”我儿子还帮他买各种水彩，而且经济不好，只能买王样水彩。别的学校有美术班，哇，都去补习什么。结果呢，他们找了11个去参加新北市的比赛，你知道吗？得奖了几个？4个大奖项里面。他们得了漫画组跟设计组的第1名，然后呢，11个里面有10个进入佳作。一个名不经传的学校，30多年来从来没有得过奖的，一下子得了新北市的奖，得了1半，而且超过1半了。结果他们说，怎么可以一个学校得了1半呢？就把第11名拉下来，所以他们11个有10个得奖，这些人就可以有机会保送那个。像北市商的那个北市商的那个设计科，哇，非常的高兴。这些家庭人很穷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，敬畏上帝，我们最大的收获不是我们的儿女可以光宗耀祖，而是使许多人因为我们的儿女蒙福。
真的使我们的儿女蒙福，真的是很奇妙的恩典。好，我们来看圣家看重圣殿的崇拜，遵守上帝的律法跟礼节。第三个，他们凭着信心蒙召的生活。我们刚才读了亚伯拉罕的例子，他有好多不能解的事。为什么他的老夫人撒拉已经过了生理期了，还可以生以撒？而生了以撒以后，上帝又叫他献儿子为祭，但是他总相信上帝的话语，毫不犹豫的去实行。上帝跟他说：“唯独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儿女，才是你的子孙。”然后又要把以撒献为祭，这很矛盾嘛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杀了以后，然后又要从他生，可是他还没有成年，怎么办？结果他而且还要等3天。3天，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有一个信仰，说我如果真的照着上帝的话把儿子杀了，他仍然会叫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个复活的信仰就这样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死无变有，使死人复活的上帝。他相信那个上就这样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很多信仰上我们有很多的难处，真的不知道、不明白。圣家也是很多事情不明白。童贞你怎么会怀孕生子呢？耶稣如果是上帝儿子，怎么生在马槽里呢？牧童怎么跑来崇拜呢？怎么不耶路撒冷的祭司来崇拜呢？太多的疑问了。而最后西面跟亚拿出现了，结果西面说玛利亚要被刀刺到心光气惨了。圣家没有抱怨质问上帝说为什么？他圣母在不明白的时候，把一切都默存在心中，反复的思想，相信上帝奇妙恩典的安排。所以在生活上，如果我们在生活上处处问为什么，可能会带来思考，带来新的机会，带来新的表现，甚至于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是一个契机。但是在信仰上的领域里面，没有每一样都有理性的答案，所以我们相信上帝自有安排。真的，我们要像圣家一样，生活在对上帝的信赖跟盼望当中。另外，福音书也说，约瑟跟玛利亚到了主的律法，办了这一切，就回加利利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去。孩子渐渐长大。我们家庭的希望是来自于我们的儿女的成长、茁壮，获得智慧，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这是一个很让人惊讶的神的奇妙的恩典。所以上帝的儿子成为圣婴，然后逐渐长大，然后明白他的恩典跟恩赐。所以我们也有义务帮助我们的儿女，把他们培养长大，促进他们的成长，尊重他们的成长，还有引导他们的成长。真的要尊重他们成长啊！因为我们的教育里面死板板的啦，你3年级就要99乘法呢，然后呢5年级要最小公倍数、最大公倍数，然后初二要国二要什么因数分解你一个不会，全部都倒。其实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背景都不一样，同意吗？那个才干恩赐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的教育里面让人很痛苦。我们做父母的要尊重我们儿女的成长，引导我们儿女的成长，促使我们的孩子能够发挥他的品格，发挥他的恩赐，使他引向上帝对他的使命跟呼召。这是圣家给我们的榜样。然后最后我们来看，到底这个圣家带给我们的什么信息？我们来看西面的那个西面颂的信息。好，路加福音有4首优美的那个圣颂。第一首是玛利亚的尊主颂，在路加1章46到55，还有撒加利亚颂，还有第2章有天使的荣耀颂，然后今天的西面颂。那个尊主颂，玛利亚尊主颂非常的温馨又很喜乐。荣耀颂是天主的荣耀颂，是宣告普世的欢腾。而西面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西面颂。西面颂的意思就是现在让我离世，所以教会通常用在晚祷。
我不晓得你们家里有晚祷的时候有没有一起来背西面颂？那个天主教圣公会、卫理公会，还有早期进前的，每天晚祷的时候说：“主啊，今天我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把我接去，我也很喜乐了。”我们有没有这种心理准备？每天晚上都觉得说这是我最后一天。如果能够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生命都充满了喜悦，好，都充满了喜悦。所以这个西面颂其实不是伤感的，因为在追思礼拜的时候，通常入殓的时候都会念西面颂。甚至于，我有一次去三总哦，有一个人问我说：“你是牧师还是神父？”我说：“我是牧师。”好，牧师，拜托你来。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因为神父哦，再给他临终抹油，抹下去都会死掉。啊，你哦，你来祷告哦，还可以活。其实他误解了啦，误解了。那个临终抹油，其实意思是信仰的确据。我们也讲过了哈，不管奇异恩典啊，那些诗歌的最后一节都是善终祷文，所以这个都是从那个西面颂这样过来的。好，西面颂打破了一个很特殊的。请问西面颂的时候，最早读出来在哪里？在圣殿。圣殿的外邦人可不可以进圣殿？不可以，只在外邦院。啊，妇女可不可以进来？也不可以，在妇女院。可是西面颂却宣告，就宣告耶稣基督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。换句话说，上帝的应许已经实现了，不只给以色列人，也包括所有的万邦万民。所以它是三部曲里面的最高峰，承认了上帝借着以赛亚所说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可以看见上帝的恩典，是万民的光明，而且救恩达到地极，已经实现了在耶稣身上。所以这时候就告诉我们，圣婴就是上帝所预备万民的救主，我们要信靠这个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们所有信仰里面就集中在耶稣身上。在英国有一个非常富有的男爵，叫做费兹哲罗，他的夫人早死，留下一个儿子，父子相依为命。结果那儿子又夭折了，他感到人生很伤痛，他就把他的大的庄严，跟所有的财产都变卖，专门买什么？就留下来，专门买世界名画、名家的艺术品，哇，买了充斥了整间。然后他快死的时候，他就交代，立下遗嘱，把他所有的艺术品全部展示拍卖。哇，因为他的藏品非常的丰富啊，品质也高，所以吸引了好多那个达官显贵、那个富甲名流都涌进来要买他的拍卖品。但是其中有一个是费兹哲罗独子的肖像，结果呢，这个肖像几乎乏人问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肖像哦，不是名家的作品，然后那个品质也粗劣。可是拍卖的时候，那个拍卖官请律师先读那个费兹哲罗的遗嘱。他说：“我要先拍卖这一幅画，就是我最钟爱的儿子。”请出价，就全部都静悄悄。请出价，静悄悄。请出价，静悄悄。最后，费兹哲罗的一个老仆人，他出来了。他认识这幅画里面的主人翁，就是他服侍过的他们家的公子。可是他没有钱，他身上只有1磅。他说：“我出1磅。”哇！结果那个点卖官就说：“1磅1升。1磅2升，1磅3升，都静悄悄，最后就卖了。我那个老仆人就好高兴，就抱着这一幅画，好，接着拍卖。大家说：“哎，不要吵了，看毕业了，我们就要拍卖了。”好，就开始拍卖。拍卖官请律师，就继续读费兹哲罗的遗嘱说：“写买下我儿子的画像，就获得我全部的收藏品。拍卖完毕。”哇！其他人昏倒，捶胸啊，捶胸啊！我1万磅也愿意买啊，都捶胸。好，写愿意拥有上帝的儿子，
他就拥有天父所给人一切的福乐。拍卖完毕，但愿荣耀归给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把圣家的典范绑在我们面前，我们更感谢你透过西面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们揭露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拥有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拥有一切的福乐，我们就拥有新的生命，也拥有新的能力，更拥有新的典范。愿意步舞圣家的脚中，成为让我们的家庭使别人因为我们蒙福。奉基督耶稣的名感恩，阿门。